現在宣布，王祖藍力寶歌唱演唱會現在開始。放狗，隻狗好臭，出街買豉油。喂，多謝我哋嘅特別嘉賓林峰，多謝晒。你搞乜嘢啊喂？多謝你啊！今日係我演唱會啊嘛，我真係好辛苦你。我請你做嘉賓，你做乜柒？你請我做嘉賓？係啊，我請你做嘉賓啊嘛？係啩？你唔好認為而家實力派係有演唱會開啦，好似我咁呢啲偶像派先有㗎嘛，係咪啊？嗱，你聽到啦，係咪先？嚇！我仲要辛苦你喎，為咗呢個演唱會嚟到做嘉賓，你排咗成2個月咁耐。我亦都好多謝你咧，我特登請你嚟做嘉賓，你又再請啲嘉賓嚟，請咗好多個賓賓，真係好唔話得啊你！嗱，你哋認為林峰係實力派嘅，叫嚟聽下。你哋認為林峰係偶像派嘅，叫嚟聽下。你係完美嗰一派喎。我發覺你哋唔係好客觀，我俾啲數據你睇下。嗱，如果你真係偶像派嘅話咧，你應該好靚仔，兼且會有好多女朋友啦。但係我唔同，我呢期我多啲喎。嗱，我有 Angelababy 啦、JJ 啦、熊黛林啦、Race 啦、徐子珊啦，多到數唔晒。係啊，你入行10年，由1999到2009，你來來去去都係得3個女朋友。有咁多咩？中間同鍾嘉欣。所以嗱，你想喺紅館開演唱會冇問題嘅，好快到你噶啦。得，你贏。係 OK， 我俾少少時間你轉頭嚇，讓翻個台俾我。努力練你嘅歌 ，Let's get out 啦嚇！好多謝大家，我知道你哋都好中意今日嘅特別嘉賓林峰，所以我都好想請佢出嚟，再同我哋為我 encore 多一隻歌。不過我好想聽下全場好齊咁樣一齊嗌林峰得唔得啊？準備，林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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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零7年又睇獎啦，農夫今年又攞獎啦，睇獎睇相，急急如律令攞獎演唱，俾啲掌聲有請1命2運3風水，人有3衰6旺，我仲要衰到幾歲？究竟點解？佢出世嗰時含住金鎖匙又點解？我成間屋仲細過佢座次又點解？我次買六彩次數低個字，係咪我出事出仔害事？點解佢係我 boss 揸波子？我好多 cons 佢好多女士，同人同命同姐唔同病，19、8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命2運3風水啦，4醒5日犯太歲，6無窮都仲咁衰，7除8扣90歲，10個光頭都唔同命水，人出唱片我出唱片，出到喺頒獎典禮裏面，鏡頭唔影呢面，觀眾睇我唔見，我哋坐喺側田嘅側面，側面個側田，點樣先做到歌星？急急如律令，俾啲掌聲有請拎出嚟又睇獎啦，農夫今年又攞獎啦，睇獎睇相，急急如律令攞獎演唱，俾啲掌聲有請1命2運3風水啦，4積陰德5、6歲，7、8年後生個女，90幾歲仲未去，個個都唔同命水，人踢波時我又踢波，但係點解人哋踢皇馬我就踢南華？球迷唔多想睇，我又唔多矜貴，場場都以和為貴，打和仔，點樣先做到球星？急急如律令，俾啲掌聲有請林峰情無限 get wet 啦，王祖藍 get wet 啦，睇獎睇相，急急如律令攞獎演唱，睇獎睇相，急急如律令攞獎演唱，王祖藍從1999到2009，係林峰做10年都仲係冇得唞，佢電視劇又有，唱歌又有，咁嘅筍盤始終未見有理由。哇！林峰太靚仔，
好彩我夠矮，喺電視台同 EEG 都唔使爭企位。我同你有默契，同 TVB 上契，你大契我細契，喂揾契媽啦喂！啊，祖藍，我有嘢問下佢嘅桃花運。阿峰好男人，過幾年就過身，係咪結婚？祖藍，我有嘢問佢老婆係乜嘢人？阿峰大情人，個老婆係鍾嘉欣。喂，祖藍答得到，佢第時做乜嘢好？阿峰演技好，最啱鎮台之寶。哇，祖藍上個面啦，答下佢做咩至有錢啦？阿峰愛表演，佢最啱做幕前。喂，祖藍咪走住，林峰有咩要注意啊？阿峰好得意，唱歌有支持，唱歌最緊要唱得啱。紅館開個場都唔係好難。林峰情無限嘅 rap 啦，黃祖藍爛嘅 rap 啦，睇相，級級娛樂力，攞獎現場，俾啲掌聲有請。我今日明明係請特別嘉賓林峰，點解無端端會出咗農夫咧？因為其實當一班人一齊嗌林峰嘅時候，大家就會聽到農夫噶啦。冇辦法，你真係咁既然係咁嘅話，咁多萬人一齊嗌聲林峰嚟聽下。你係真係係咪真係聽到？係咪啊？咁如果大家一齊嗌一聲農夫咧，都係聽到。基本上都係一樣，因為佢哋 keep 住都係嗌林峰，我發覺佢冇人想嗌我哋。會啊！但係我聽唔到人嗌個祖藍。如果一齊嗌祖藍會點咧？1、2、3，好似覺得好多阻攔咁樣樣。佢話係啊，佢話你阻攔，我阻攔啊！我係一個阻攔嚟嘅。咩阻攔？咁但係而家我哋係一個阻攔，你都唔係一個阻攔嘅。所以呢啲投訴都係俾你食啊！我哋都係翻去我食啊！我食啊！多謝，俾啲掌聲，農夫。下次你哋做呢個演唱會咧，你哋又會知道應該揾翻林峰做呢個特別嘉賓噶啦。